奶奶，點解古時候女人要正月15之後先洗後嘅？梗因為以前冇吹風機，洗後之後好容易後控嘅。但係攞酒盅呢就好聰明嘅。如果你個後用而控，控到發發聲嘅，你試下我呢個配方，牽麻魚後控，又可飲又有用。材料好簡單，準備牽麻、玉竹、黨參、紅棗，攞薑煮煮。呢度有個重點就係魚後唔使煲開，揀牽麻一定要揀呢一種，正上自然偏旺嘅冇異味嘅，咁樣半透明嘅，呢啲就冇分過漏，摸落佢乾身硬硬底又唔容易裂嘅。產地一定要揀雲南招空嘅，呢度產出嚟牽麻係牽麻數最高嘅，解決個後發聲就靠牽麻秀噶啦，係咗浸住10零20分鐘，咁就好容易煲出埋嘢啦。揀魚後好簡單嘅，隻眼散嘅，個魚後好新鮮噶啦。魚後洗乾就要抹翻乾，熱鑊凍油，薑片起黃，先封實個魚後底先，唔好喺啲營養物質漏晒出嚟，更加唔好斬開，一斬開啊，成波嘢廢廢嚟嚟，飄到成波空都係。細周煎一煎住呢，就唔會有任何腥味。呢個時候一定要加大滾水，咁樣煲出嚟啲空先白嘅，再加一圈花雕酒落去，牽麻、玉竹、黨參劈落去先。咁就轉翻落個砂煲頭，控咗都可以係前放，大火煲佢30分鐘。你喺咁樣煲出嚟都好白過牛奶啊，而且係一啲雜質都冇。最後先放幾煮，蕎麥只放鹽，唔單止係後控啊，個人有風啊，啲手腳麻麻地都好啱。